这对于感冒喉咙就会一起咳嗽。没声音的人呢，我觉得可以特别去照顾，因为我们可能咳嗽啊，然后喉咙痛，然后周围的肌肉会变得非常的紧绷。哇，对，所以我们会试着去让它的空间腾出来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可以扣着它稍微把它搬开，像在拨弦一样。对，然后等一下，或者是扣着的时候，包括头主动的去活动，哎，酸，很酸锐，而且这个做法我倒觉得是比较安全的。我们上一次讲的是就是胸锁乳突肌的肌腹的操作，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它的头尾段。然后胸锁乳突肌它有两个头，就是锁骨端跟胸骨端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的是胸骨端这一条的，有没有？这条技术特别的凸，然后这边锁骨端的就比较浅一点点。对，所以我们会从胸骨端的这一条去按压它。对，然后如果你要做的是肌腱的话呢，发现这边有条弦，有没有？这个，嗯对，而且很酸，会吗？很酸。